喺忙碌嘅生活入面，通常會唔記得咗留一啲安靜嘅時間畀自己，追住個目標，心靈深處佢係好似空空蕩蕩，冇人關心。今日佢揀咗坐船返屋企。當引擎聲響起嘅時候，船慢慢咁離開碼頭，海風吹過佢嘅面頰，彷彿提醒佢要放鬆，享受呢一個寧靜嘅一刻。喺呢段短短嘅2分鐘，周圍嘅嘈吵漸漸消失，只有引擎聲伴住佢。呢一啲聲音好似心跳，提醒佢深呼吸，享受一下呢一個被遺忘咗嘅自在。海風輕輕撫過佢嘅耳朵，配合住引擎嘅低語，創造出一種放鬆嘅氣氛。波浪拍打船身，好似喺輕聲提醒佢唔好忘記心底裏邊嘅平靜。呢一份和平係生活中最珍貴嘅寶藏。等到小船抵達另一個小島嘅時候，佢心裏明白，短暫嘅平靜唔會持久，現實又返嚟啦。日常嘅瑣碎事務令佢開始忙碌，漸漸忘記咗真正嘅自己。而家佢已經分唔清楚耳邊嘅引擎聲係嚟自外界，定係嚟自自己心裏邊嘅聲音。每日都忙忙碌碌，好似個機械人咁，似乎世界正在偷走真實嘅佢，讓佢感到迷失